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綜藝區阿權妹。今日阿權妹來到哪片呢？來到花蓮後鳳林一個所在，一個所在係台灣第一個晚上哦。韓國今日阿權妹要來參加1年100嘅百鬼夜行之，係嚟當天片嘅發通。唔過好，因為也發通啲下主題，小陣呢阿權妹就來到鳳林，想要來看看那鳳林當到好搞好料嘅所在有哪啲，比如講啊有野柳啊，有剥皮辣椒啊，韓國有高中夢工廠。韓國有當到好高好料嘅素菜，聽聽阿權妹講下來去哦。鳳林鎮清早剛開發嘅時節，本人喊做馬里烏。馬里烏係阿美出發講送嘢嘅意思。頭擺有得位都係樹嘅，有一種按到木蘭嘅植物會纏定樹嘅上，就像鳳凰打開一樣嘅。歡迎來到野開墾，看到安樣嘅景象，就留野按到鳳林。鳳林雖然係鎮，唔過工商也冇按發達，幾名單單都係工種人，到野下韓國嘅農村生活。鳳林鎮人文發展豐富，全國有當到做高中嘅人都係鳳林人哦。古時候有人講，高中係鳳林嘅特產。花蓮縣鳳林鎮係一個日本移民村文化遺址保存到東灣鎮嘅所在。來到也唔會感受到傳統生活同人情味，還看得到棋盤式嘅街路、日本建築、古井也都。講嘅按到，觀眾朋友也個聽聽阿權妹講下來去漫遊鳳林。得啦，有看到阿權妹後背也當建築麼？有知道當初嘛個宜昌嘅什麼個文青咖啡店有冇啊？唔過其實啦，也唔係文青咖啡湯哦，也係自家現原料，韓國也原料啊，喺日本時代就開始有嘅，故所保存到也下，算係維持保護到當好嘅。看人嘅腦波，其實好有當到日本式嘅建築啊，也下阿權妹就帶大家來去看看那花蓮鳳林有幾多嘅原料，因為也特別做得講好，喺全台灣也密度清高，韓國保存到清好嘅原料權哦，故所一下就來去看看啦。日本數位講下，日本政府鼓勵前面當到行人遷徙到東埔聽種鹽業，故所東埔行人同鹽業產業有到密切嘅關聯。二戰過後，鹽草還係專賣，鹽業假使高有問題，想到當到農民去種鹽業。民國56年起始，為到要配合政府開發東埔經濟嘅政策，增加做得種鹽業嘅農民，未時知道鹽業種植面積開始變態當多，也未喺啲鳳林整齊嘅街路當中，看得到當到鹽料嘅原因。鳳林對日本數位家下就開始種鹽業，實係出產鹽業嘅大鎮。雖然也係幾件冇人種嘅，唔過啲鹽田純嘅原料還係鳳林鎮當重要嘅景觀。現正鹽業產業沒落，時間久誒，一道原料保存到冇以後，冇就本人轉做倉庫。鳳林鎮北林沙區對民國101年起始舉辦第一屆百鬼夜行之嘅節慶發通，因為也做發通，鳳林鎮有個本人注意到。好，一片就係鳳林嘅高中夢工廠，唔過阿權妹深度行有一個問題嘅選用嘅想就想唔見，就係唔看鳳林有剥皮辣椒嘅當有名啊，韓國快脆出頭富咩當有名啊，有冇人到剝皮辣椒嘅夢工廠，韓國快脆出頭富夢工廠，怎麼講到高中夢工廠，真係係咪個意思呢？一下就落去看看啦。嘿。譬如啲拗爆後都有高中夢工廠行出嚟，我就想嚟問一下，啲高中夢工廠行出嚟，係表示講你係高中係冇？係啊，校長大好，原來係高中吼。高中我想嚟問你一下，做乜嘅鴉片要到夢工廠，唔可以按到剝皮辣椒嘅夢工廠，唔可以按到快菜出頭富夢工廠，做乜嘅愛按到高中夢工廠啊？你們鳳林像青島高中，有北人嘅高中，北人嘅。嗱，這個戲就冇錯，按照
丰林校长梦校工厂。长梦工厂，不错表示啊，也丰年虽然年纪无大，不过做高中的年，青岛，青岛。台湾最大的日子公园。哇，又迄按呢！韩国其实眼看呀，附近有只建筑都喺外表啊，四道题看起来有一种故色故乡的感觉。呀，迄嘛该建筑啊？让日本人去过，喺民国18年啊，那个唐壮是史唐壮一个秀才。哦，古时候迄算迄做工的人呢，叫做秀才，就是鸦片。错。嘿，古时候地方呀，其实眼看有多多展示的东西，有嘛该东西哦？一道东西，一道东西。你在看到前头。好，给高中带我落去看。好，来落去看。今日阿群妹来到丰年的高中梦工厂，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筑，听讲係日本书嘅留下來嘅，一下就聽到阿群妹嘅腳步來參觀搶豐年張遊嘅鐵山咯。阿群妹我帶你看個精神機嘅東西。精神機哦。精神機嘅東西。哇，這樣一見面你就會來靠眼去撮嘅啦。我講你去撮看看啊。好眼撮好誒。露頭擺嘅師傅吧，差下來，眼望拖出嘅眼拖房嘅好冇，出嚟當難嘅。我拖出嘅，眼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做得冇？對。你唔拖眼從好安尼，好。一寸泥牛8把條，一寸泥牛8把條。兩三門意外口。啊，兩三門門意外口。三面喜氣硬骨頭。哦，三面喜氣硬骨頭。四輪茶馬撇撇走。撇撇走哦。五類金光點點樣。六把撇撲滿人骨。撇撲滿人海。七意西下。哦，西下。落水嘅時候。嘿，西下。水時來。八客幾家就水鬼。叫鳥之家。羊愛鼻。10行七尺。行路嘅意思啊。滿秀才。哦。你還秀才下？跟阿群妹講咗再個加油。其實嗬，香港係要動到東西都嚟去看咯。你講動再個帶眼去看。哦。係咁啊，梗係好考嘅。好，嚟看。家下同高中學到露頭擺嘅師傅法，看到當道師都唔會啱，阿群妹嗌啊，真見愛再個加油。唔過我真見知道頭擺運動有項目呢。啲高中夢工廠，我看到當道橋嘅文物同路指揮，高中還同我講嘅當道日本時代嘅故哦，根本日真見好到當道。好，大家聽好，阿群妹係一個吃貨，不過神秘的吃貨來到花蓮豐年廳頭去做乜嘅？聽說我來是薄皮辣椒的啊！唔過阿群妹現在一下睇那片，有看到我後背動動兒，喊我一下動潮，有機器嘅聲音，喊我阿群妹眼好流氓咯！做乜嘅安尼咯？因為神秘一個專業嘅吃貨吼，阿群妹就愛來了解一下，上來也薄皮辣椒係用嘅來做嘅。故事一下就聽聽阿群妹去看看啦，我要同鴉片的調羹娘要約好嘅哦，來去，嗨，調羹娘，阿群妹我來耶！阿群妹你來了啊？係啊，因為阿群妹你同約到鴉片啊，就愛來看看啦，薄皮辣椒嘅上來係用嘅來做嘅，一下已經有條在裝罐的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就裝罐，那這裝罐以前啊，已經看起來像是有一點半成品的感覺了，對不對？那這個前面有做了哪一些動作？前面都油炸，炸白皮，白皮，它那個種白汁，冷卻，還要再經過冷卻。不過其實頭前已經有經過非常多的步驟，等到冇空嘅步驟，接下來就會來裝罐。那比如講從100按呢，去裝罐呢，差唔多要幾多3年用下來做？
几多少？分短银、长银啦。较短银都较短银，较接做啦。爱做几度量？看好白、无白。迄好白吼，都白较大，都较大量。迄较唔好白、较细条吼，都做较细。做平时按刀。就是你们印象鸦片啊，基本上听到呀空气好，基本上就说流毛在头打哈欠。我说像人家有习惯按那个空气冇，习惯了吗？适应了吗？惯嘞。人家就做20年嘞。哇，26年嘅老经验，古时候对其他条来讲也小 case 吼。古时候今年阿kim来，虽然爱当好些东西，爱当上爱来说服皮拉这位，不过也要先付出一条体力吼，按你所有东西才会好些啦。古时候条件用做咧，讲硬用嘅来 DIY 装扮嘛。欢迎啊！做得好。要体验呢。我体验，古时候我很爱先戴那个戴帽诶，戴口罩，帽诶同口罩。古时候等下阿 kim 看唔会拉到。看唔出會甩到，古時候等下阿 kim 就會來體驗下 DIY 總管嘅哦。聽下看得出來，我係馬三哦，我係阿 kim 哦，一下爆到黑黑好，咁啊咁樣嘅，其實會爆黑黑，按你等一下再總甩掉嘅時間，唔可以半件甩到。第二係對衛生嘅考量，古時候天台安全，天台愛衛生，古時候一下阿 kim 就會來挑戰來總管嘅了，條架用。呀哈好，既然係半成品，做得再個同手搖呀剝皮辣椒的製作工廠，再個同大家講一遍嘛。好啊。你一回事。做先就白皮白糊嘞吼。你啊白纸白皮白糊嘞。你啊西槍嘞。西槍你啊就係壯觀。切。豆涼。再就用白嘞。葉片有寫好，下好。做皮糊嘞。差唔多。呢度夾好吼。切豆涼，就得嘞。差唔多500公克，對不對？差不多400-500公克。其實考慮後背喏，後背還有動到鋪膠。後背就真空鎖蓋機。真空鎖蓋機，然後就鎖起來。沒有空氣就沒有細菌。古時候要總管的呀，差唔多要總到總漿嘛，要不要擺得很漂亮啊？50，就按你總就好誒。壓落去就好誒。好，總坤啊，要來稱一下幾多蔥？很剛好誒。唔辣。加啲半煙冇少嘅。愛度係個裝唔得少哦，天秋愛度裝唔得少。按你差唔多誒，差不多有500公克了。對，500公克按你。假使講嘅按你裝，條件用兩個打幾多分？100分耶！按你講嘅有100分，咁按你裝好嘅以後，就不用嘅片，攞幾位，拜拜。好，古時候我一下嚟認真總管呢，按你等下當做你食下多啲位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原來一按好食嘅剝皮辣椒嘅製作過程按複雜，不過花蓮鳳林嘅剝皮辣椒嘅真係當好食，我看認真啲位，等下就做得食到好食嘅剝皮辣椒嘅了。新來啲啊百幾呀行子啊，我去百幾呀行子，我做滾個，做滾嘅起來應該我變起來行到。今日去做乜嘅好咯？還要裝扮一下，應該會用嗰種像是萬聖節嗰種感覺去上啊，去做乜嘅裝扮？冇錯，硬上到一個係一個天然嘅元素，講啲凍漿。嗰時候我係做夾嘅用嘅，如果有意思是嚟定義㗎。嗰時候我係開始做夾嘅用嘅，睇下做啲糖款啊，係乜嘅用嘅哦。小丑女又當定一下，又當夾，又當性感模啊！咁啊，梗啱你啦。唔過基本應該就打扮好誒，古時候我來參加遊戲咯，來參加彩節，來分享嘅啲彩 T 小勇士分享。噔，你係馬啥？好，
参加彩节，也偏见见有东东人打扮到东江，玉叔哥哥等下来去好吗？好，来去来去。你们是神出鬼没队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今天的装扮吗？因为你看那个牙齿超可怕的。对。还有我们新田养蜂场的工艺者，对于蜂蜜蛋糕，还有对丧尸庄院，像这个脖子的部分，还有这个嘴巴的部分，还有弟弟这个伤口的部分，鼓手比哈以后我们整个逊色掉了。所以今天有比赛，预祝你们今天得奖，加油加油！我们一起去采接，跟镜头说拜拜。有香槟的满意。法国 ，So you guys come from France？ 哇，cool！ 鼓手和董龙人大家都來參加一道selfie啊，and 繼續來去看看啦。Say goodbye to the camera， bye。姐，你覺得剛剛的有很正營養嗎？唔會啊，完全唔會定營養啊，藝術當好教呢。講我等下去練膽，其實就唔會定營養啊。係要當正營養嘅愛帶唔去哦。係要當定營養好啊，藝今日就要去挑戰，跟大家等下去。好，來。玉叔，我要骗黑奶片啊！知道都得营养哎。鬼屋就鬼屋，你做乜嘅係要按樣嘅手都得營養啊？等下落去嘅報復嗌哦。好。落去。那我来带你们解说一下这个规则，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平安的走完整栋鬼屋。好，规則是什麼？来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能呼唤同伴的名字，对，不能直呼全名。做唔得講名嘅，好，我記得啦，做唔得喊人嘅名嘅哦，好，做唔得喊麼？哦，好，佢講喊人阿姨，其實我是姐姐啦。好，繼續。第二个，我们如果拍肩膀的话，请不要回頭。有人拍肩，我们不会碰你们，所以如果有人拍肩膀的话，啊，不是我们的人。好可怕！愛流汗呢，好，繼續。好，第三个，不要攻击我们的工作人员或破坏鬼屋的设施。好，可以遵守这个规则的话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那片出来吗？出来。玉叔，我到底不会懂电影讲呢，你都不会讲嘞。我感觉面全部都抓到花了，整个人就很狼狈。你到底不会懂电影讲？你有看到？其實其他的都冇喊你錯嘛，都沒有特別去嚇你還是幹嘛？其實冇。不過嘅時候弟弟都給這個音樂的氛圍啊，全部營造都非常的好。很多人跟說玉叔對不起，給人走嘅，不要懷疑就是我抓的，都歹勢哦。我阿權會至少要練一下膽量，故說分享電視劇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告訴大家唔可以驚，冇像阿權唔可以按這麼無膽吼，分享大家來挑戰呀鳳林百鬼夜行記的鬼屋哦。故說玉叔這帶來一些東西嘛，都是動搖呢。好，今日來醫生啊，大家離開要得鬼天鳳，拜拜。花蓮鳳林的步調真勁動漫，本人感覺動輕鬆。阿權每ngày係頭一擺參加鳳林的百鬼夜行記。
哎，本大是想要来练胆的，唔过我真嘅无胆啦。观众朋友，系讲你们想要来练胆，咪就得来参加百鬼夜行之体验一下鬼夜本鬼好多嘅感觉哦。